盐水国小校内有神社，日本时代就有了神社。你看那个的石灯笼都是历史建筑的，那个台阶也是历史建筑，那神殿呢可能也是历史建筑。然后这个叫参拜步道，然后这个山门是不是叫神明鸟居啊？山门呢，它很简单，朴素又很庄重。正前方是皇都湖、竹安宫、皇都湖、竹安宫，再进去更远一点有53将军庙，53将军庙。哦，这盐水国小神社，盐水国小神社，竟然的历史建筑啊！那97年有修复了，把它称为叫孔庙，因为台湾光复后就叫做孔庙了。97年修复的，是历史建筑，国小神社按历史建筑，不过光复后就改叫孔庙了啊。97年又修复孔庙。哦，你看黑板树可以长那么高大，后方区可以长那么高大，榕树也可以长这么高大。